过来在地人在地情，为着要来活化着南投市的发展，南投市公所会无定期来举办着文化市集，其中伫个旧城在地市集，特别结合着原住民布农族的料理，这尤其是蚵仔甲竹子。 一个充满历史中山公园食布农族料理，这就是南投市所举办旧城在地市集内底上特色活动。透过这样的举办大地餐桌的方式，其实我们除了野餐之外，我们也可以在这个100年的公园里面，然后吃着这样子丰盛的飨宴。 这摆料理是利用信义乡布农族的传统美食来做创新，唔来用平常时罕你看到的食材，嘛加入现代元素，和传统的料理更加无同款。那我们希望能够把在我们原乡部落里面一些比较有特色的食材，应用在我们的料理上面，然后呢，推广分享给在都市的朋友们。南投市公所定定拢会举办创意市集，嘛甲参在地文化是真有特色，欢迎民众下当来遮参观佚佗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